2年办一届的这汤尤杯羽毛球团体赛，台湾一个周天成来领军对阵瑞典，以5-0完封开红盘。亚查某组也是以5-0坏走澳洲。 2006年汤尤杯羽毛球团体赛伫丹麦赫森斯举办，台湾男团分组头一战对着瑞典，第一单打36岁的台湾选手周天成面对24岁比约克勒，头一局先抢着，虽然第二局无去，也毋过决胜局稳定表现，总算以21-19拍赢，为台湾摕到第一胜。了后出场的林杰佩、王泽林甲邱尚杰，敢若用33分就连赢2局，帮助台湾搁摕1点。 刷到第3点单打，戚友林又搁连赢2局，帮助台湾队提早摕到小组头一个胜利。伫汤尤杯分组赛，必须爱拍5点的状况之下，男双含刘佩、杨柏涵加刘光航含李家豪的单打，拢顺利拍赢对手，互台湾男团以5-0赢瑞典，为这届汤尤杯开出红盘。 也若女团的比赛，台湾女将同款水平真好。头一战面对澳洲队，展现绝对优势。5点比赛一局拢无失去，以5-0拍赢，顺利摕到分组头一个胜利。也毋过未来赛制传出大变化，为着缩短比赛的时间，而且提悬观赏性，世界羽联伫大会当中通过确定会对2027年1月7日开始，甲现行的3局21分制正式改做3局15分制。这项赛制的变动，代表抢分数会更较激烈，对球员的瞬间爆发力甲 稳定性也是真大的挑战。公司新闻，陈伟林编译。